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9册第4课：台湾风景上界赞。台湾风景上界赞，一讲一暝讲袂完。安平古堡、西仔湾、日月潭、甲阿里山、大溪温泉、伫宜兰、新竹庙口、食贡丸、台湾美景名声传，大家欢喜游台湾，练习野柳、阳明山、草山、石门水库、合欢山、日月潭、阿里山、赤坎楼、恒春、太鲁阁、三仙台。野柳的地形真特殊，阳明山的旧地名是草山。我还未去过石门水库，合欢山寒人会落雪。日月潭的红茶真好啉。我捌去阿里山爬山。赤坎楼是台南的古迹。恒春的四季如春。太鲁阁的风景真水。三仙台伫台东县。恁想要去倒位佚佗？我想要去日月潭，因为会当坐溜笼看风景。我想要去台南，因为会当参观古迹。而且台南的点心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上出名。大家咧讨论校外教学要去什么所在？西好霸比，狗狗唱乐，衫底裤垮，人会偏直。啥人要缀我去夜市啊？阿爸要带我去海水浴场游水。